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。本書由杜密奴女士讀出，香港好書流星協會有限公司製作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1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2。第74回，或奸讒抄檢大觀園，此孤介杜絕寧國府。上。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，正自好笑，忽見寶玉也來了。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。這園中有數與柳家不睦的，便又告出柳家來，說他和他妹子是夥計。雖然他妹子出名，其實賺了錢，兩個人平分。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。那柳家的因得此信，便慌了手腳，因私素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，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、金星玻璃等人。金星玻璃告訴了寶玉，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，不若來約同迎春討情，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，故此前來。忽見許多人在此，見他來時，都問：你的病可好了？跑來作什麼？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，只說來看二姐姐。當下眾人也不在意，且說些閒話。平兒便出去辦雷絲金鳳一事，那黃柱兒媳婦緊跟在後，口內百般央求，只說姑娘好歹，口內超生，我橫豎去贖了來。平兒笑道：你遲也贖，早也贖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你的意思得過去了就過去了，既是這樣，我也不好意思告人，趁早去贖了來，交與我送去，我一字不提。黃柱兒媳婦聽說，方放下心來，就拜謝，又說姑娘自去貴幹，我趕晚拿了來，先回了姑娘再送去，如何？平兒道：趕晚不來，可別怨我。說畢，二人方分路，各自散了。平兒到房，鳳姐問他：三姑娘叫你作什麼？平兒笑道：三姑娘怕奶奶生氣，叫我勸着奶奶些，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？鳳姐笑道：都是他，還記掛着我。剛才又出來了一件事，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，
凡妹子所為，都是他作主。我想你數日肯勸我，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就可閒一時心，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。我因聽不進去，果然應了些，先把太太得罪了，而且自己反賺了一場病。如今我也看破了，隨他們鬧去吧。橫說還有許多人呢，我白操一會子心，倒惹的萬人咒罵。我且養病要緊，便是好了。我也作個好好先生，得樂且樂，得笑且笑。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吧，所以我只答應着，知道了，也不在我心上。平兒笑道：奶奶果然如此，便是我們的做法。一語未了，只見賈璉進來，拍手嘆氣道：好好的有生事，前夜我和鴛鴦借當，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？才剛太太叫我過去，叫我不管哪裏，先遷挪200銀子，做8月15日節間使用。我回沒處遷挪，太太就說：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遷挪。我白和你商量，你就搪塞我，你就說沒地方。前兒1000銀子的當是哪裏的？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，這會子200銀子你就這樣，幸虧我沒和別人說去。我想太太分明不短，何苦來要尋是奈何人？鳳姐兒道：那日並沒一個外人，誰走了這個消息？平兒聽了，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，想了半日，笑道：是了，那日說話時沒一個外人，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，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。她在下房裏坐了一會子，見一大箱子東西，自然要問。別是小丫頭們不知道，說了出來，也未可知，因此便換了幾個小丫頭來問：那日是誰告訴呆大姐的娘的？眾小丫頭慌了，都跪下賭咒發誓說：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，有人煩問什麼，都答應不知道。這事如何敢說？鳳姐長情度理，說：他們必不敢多說，都別委屈了他們。如今
且把這事靠後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，寧可閘門短些，又別討沒意思。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，且去暫押200銀子來送去原筆。賈璉道：月升多押200，閘門也要使呢。鳳姐道：很不必，我沒處使錢，這一去還不知指哪一項贖呢。平兒拿去，吩咐一個人喚了黃兒媳婦來領去。不一時拿了銀子來，賈璉親自送去，不在話下。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，終是誰人走的風聲，竟議不出人來。鳳姐兒又道：知道這事還是小事，怕的是小人親變，又做非言，又生出別的事來。打緊那邊正和鴛鴦結有仇了，如今聽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，那起小人眼饞肚飽，連沒縫兒的雞蛋還要下追呢。如今有了這個因由，恐怕又做出些沒天理的話來，也定不得。在你璉二爺還無妨，只是鴛鴦正經女兒帶累了他受屈，豈不是閘門的過失？平兒笑道：這也無妨。鴛鴦這東西看的是奶奶，並不為的是二爺。一則鴛鴦雖認明是他私情，其實他是回過老太太的。老太太因怕孫女孫子多，這個也借，那個也要，到跟前殺個嬌兒，和誰要去？因此只裝不知道，仲鬧了出來，究竟那也無妨。鳳姐兒道：你雖如此，只是你我知道的，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？一語未了，人報太太來了。鳳姐聽了詫異，不知為何事親來。平兒等忙迎出來，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，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，一語不發，走至裏間坐下。鳳姐忙奉茶，因陪笑問道：太太今日高興，到這裏逛逛。王夫人喝命：平兒出來。平兒見了這般，不知怎麼樣了，忙應了一聲，帶着眾小丫頭一齊出去，在房門外站住。月勝將房門掩了，自己坐在台基上，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。鳳姐也着了慌，不知有何等事。只見王夫人含着淚，從袖內摘出一個香袋子來，說：
你瞧，鳳姐忙拾起一看，見是十錦春意香袋，也嚇了一跳，忙問太太從哪裏得來？王夫人見問，越發淚如雨下，顫聲說道：我從哪裏得來？我天天坐在井裏，把你當個細心人，所以我才偷個空兒。誰知你也和我一樣，這樣的東西，大天白日擺在園裏山石上，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。不虧你的婆婆遇見，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。我且問你，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裏來？鳳姐聽了也更了顏色，忙問太太怎知是我的？王夫人又哭又嘆，說道：你反問我，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，如這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？女孩子們是從哪裏得來？自是那鏈兒不長進下流種子，哪裏弄來？你們又和氣，當作一件玩意兒。年輕人，兒女閨房思意是有的，你還和我賴？幸而原來上下人還不解事，尚未揀得，倘或丫頭們揀着，你姊妹看見，這還了得？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，是原來揀着的，外人知道，這性命臉面要還不要？鳳姐聽說，又急又愧，登時只漲了面皮，便依炕沿雙膝跪下，也含淚訴道：太太說的固然有理，我也不敢辯，我並冇這樣的東西，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詳其理。那香袋是外頭故宮仿着內宮繡的，連這穗子一概是試賣貨，我便年輕不尊重些，也不要這盧十子，自然都是好些的。此其一。而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的，我縱有，也只好在家裏，焉肯帶在身上各處去？
況且又在園裏去，哥哥姊妹，我們都肯拉拉扯扯，倘或露出來，不但在姊妹前，就是奴才看見，我有什麼意思？我就年輕不尊重，亦不能糊塗至此。三則論主子裏頭，我是年輕媳婦，算起奴才來，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了。況且他們也常進園，晚間各人家去，焉知不是他們身上的？四則除我常在園裏之外，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，如嫣紅、翠雲等人，皆係年輕侍妾，他們更該有這個了。還有那邊曾大嫂子，她不算甚老，她也常帶過佩鳳等人來，焉知又不是他們的？五則原來丫頭太多，保得住個個都是正經的不成？也有年紀大些的，知道了人事，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，偷着出去，或借着因由同二門上小妖兒們打牙飯嘴，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。如今不但我沒此事，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補的。太太請細想。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，大近情理，因嘆道：你起來，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，焉得輕薄至此？不過我氣急了，拿了話激你，但如今卻怎麼處？你婆婆才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，說是前日從傻大姐手裏得的，把我氣了個死。鳳姐道：太太別生氣，若被眾人覺察了，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。且平心靜氣，暗暗訪察，才得確實。縱然訪不着，外人也不能知道。這叫做隔膊折在袖內。如今唯有趁着賭錢的因由，隔了許多的人這空兒，把周瑞媳婦、旺兒媳婦等4、5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裏，以查賭為由，在如今
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大心大，生事作號，等鬧出事來，反悔之不及。如今若無故裁革，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，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。不如趁此機會，以後凡年紀大些的，或有些咬牙難纏的，拿個初二攆出去配了人，一則保得住沒有別的事，二則也可省些用度。太太想我這話如何？王夫人嘆道：你說的何嘗不是？但從公細想，你這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，也不用遠比，只說如今你林妹妹的母親未出閣時，是何等的嬌生慣養，是何等的金磚玉貴，那才像個千金小姐的體統。如今這幾個姊妹不過比別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，通共每人只有2、3個丫頭像個人樣，餘這仲有4、5個小丫頭子，竟是廟裏的小鬼。如今還要裁革了去，不但於我心不忍，只怕老太太未必就意。雖然艱難，難不至此。我雖沒受過大榮華富貴，比你們是強的。如今我寧可省些，別委屈了他們。以後要省儉，先從我來到是得。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，就吩咐他們快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緊。鳳姐聽了，即喚平兒進來，吩咐出去。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、鄭華家的、來旺家的、來喜家的，現在5家陪房進來。餘者皆在南方，各有執事。王夫人正嫌人少，不能勘察，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，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。王夫人向來看是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，原無異意。今見他來打聽此事，十分關切，便向他說：你去回了太太，也進園內照管照管，不比別人又強些。這王善保家的正因數日進園去，
那些丫鬟們不大吹奉他，他心裏大不自在，要尋他們的事故又尋不着，恰好生出這事來，以為得了把柄，又聽王夫人委託，正撞在心坎上，說：這個容易，不是奴才多話，倫理這事該早嚴謹些的。太太也不大往園裏去，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都像受了風告似的，她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。鬧下天來，誰敢哼一聲兒？不然就挑唆姑娘的丫頭們，說欺負了姑娘們了，誰還擔得起？王夫人道：這也是有的常情，跟姑娘的丫頭原比別的嬌貴些，你們該勸他們，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導，尚且不堪，何況他們？王善保家的道：別的都還罷了，太太不知道。一個寶玉屋裏的晴雯，那丫頭仗着她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，又生了一張巧嘴，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的樣子，在人跟前能說怪道，呷尖要強。一句話不投機，他就立起兩個鬚眼睛來罵人，妖妖喬喬，大不成個體統。王夫人聽了這話，猛然觸動往事，便問鳳姐道：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圓框去，有一個水蛇腰、削肩膀、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，正在那裏罵小丫頭，我的心裏很看不上那狂樣子，因同老太太走，我不曾說得。後來要問是誰，又偏忘了。今日對了坎兒，這丫頭想必就是她了。鳳姐道：若論這些丫頭們，其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。若論舉止言語，她原輕薄些。方才太太說的倒很像她，我也忘了那日的事，不敢亂說。王善保家的便道：不用這樣，此刻不難叫了來給太太瞧瞧。王夫人道：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、麝月，這兩個笨笨的倒好，
若有這個，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。我一生最嫌這樣人，況且又出來這個事，好好的寶玉，倘或叫這提子勾引壞了，那還了得？因叫自己的丫頭來，吩咐他到園裏去，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，留下襲人、麝月服侍寶玉，不必來。有一個晴雯最伶俐，叫他即刻快來。你不許和他們說什麼。小丫頭子答應了，走入怡紅院。正值晴雯心上不自在，睡中覺才起來，正發悶。聽如此說，只得隨了他來。數日，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罪惡嬌裝艷服，語薄言輕，故晴雯數日不敢出頭。今日連日不自在，並沒十分裝飾，自為無礙。及到了鳳姐房中，王夫人一見他釵朵鬢鬆，三垂大褪，有春睡捧心之遺風，而且形容面貌合時尚月的那人，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。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，喜怒出於心意，不比那些飾詞掩耳之人。今既震怒攻心，又勾起往事，便冷笑道：好個美人，真像個病西施了。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？你幹的事，打量我不知道呢。我且放着你，自然明兒揭你的皮。寶玉今日可好些？晴雯一聽如此說，心內大悅，便知有人暗算了他。雖然着惱，只不敢作聲。他本是個聰敏過頂的人，見問寶玉可好些，他便不肯以實話對，只說我不帶到寶玉房裏去，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，好歹我不能知，只問襲人、麝月兩個。王夫人道：這就該打嘴。你難道是死人？要你們作什麼？晴雯道：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因老太太說園裏空大人少，寶玉害怕，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，不過看屋子。我原回過我笨，不能服侍，老太太罵了我一頓，說又不叫你管他的事，要伶俐作什麼？我聽了這話才去的。不過10天半個月之內，寶玉悶了，大家玩一會子就散了。至於寶玉飲食起居，上一層有老太太、老媽媽們，下一層
又有襲人、麝月、秋紋幾個人，我閒着還要作老太太屋裏的針線，所以保育的事竟不曾留心。太太記怪，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。王夫人信以為實了，忙說：阿彌陀佛，你不cần保育是我的做法，竟不勞你費心。既是老太太給保育的，我明兒回了老太太，再攆你。因向王善保家的道：你們進去，好生防他幾日，不許他在保育房裏睡覺。等我回過老太太，再處置他。喝聲去，站在這裏，我看不上這浪樣兒。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裝扮？晴雯只得出來，這戲非同小可。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着臉，一頭走一頭哭，直哭到園門內去。這裏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：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，照顧不到，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，只怕這樣的還有，明日都得查查。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，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，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，總有千百樣言辭，此刻也不敢說，只低頭答應着。王善保家的道：太太請養息身體要緊，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。如今要查這個主兒也極容易，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，內外不通風，我們竟給他們個猛不防，帶着人到各處丫頭門房裏搜尋，想來誰有這個？斷不單只有這個，自然還有別的東西。那時翻出別的來，自然這個也是他的。王夫人道：這話倒是，若不如此，斷不能清的清，白的白。因問鳳姐如何，鳳姐只得答應說：太太說是就行罷了。王夫人道：這主意很是，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。於是大家商議已定。第74回上完。想繼續聽我哋嘅有聲書，可以到好書流星網站掃描眼前嘅二維碼，或者去網址www.goldboksclub.org.hk， 撳入錄音書名單嘅選項中，裏面有提供方便選聽錄音書嘅連結。在此多謝大家嘅收聽。